是个热情，冷淡的温存，我在无暗的空气中找找最后的可能。吵闹的声音，无聊的剧情，一段感情渐渐变化，事到如今我才知影，是毋是爱甲无命不知惊，听开伤痕才知听，写望温柔的笑容，是你的陪伴，是毋是等过酸涩不知寒，失去了后才知思念。原来今生的孤单，离咱初见面的时，就已经注定。谢谢周颖平。吴浩哲老师为我们讲评。影评，对，第一次上舞台哈，这人生的第一次总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有紧张，你有压力，所以你选的这首歌可能是应该是算你平常在唱的时候最有把握的一首歌了吧？哈，应该是哈。对，没有错。没错，但是你一上台之后，就突然间觉得这首歌因为压力来了，紧张了，所以这首歌突然间有点撑不起来。很多你会表现的东西，一到舞台上突然表现不出来，所以我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首歌你有点撑不住。哦，该要有力道的时候，你突然丢起来，那种感觉就是想打一拳，结果那一拳打不到位。对，哦，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对哦。所以还有就是因为紧张的关系，所以你那个音准哦，也都失去了你原来应该有的水准。之后可能要多加的练习，在很多人面前唱这样的歌，你才能够表现得很自在。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选别的样的歌曲了。哈，我这个给你一点建议哈。好，谢谢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刘马阿德老师来为我们讲评。影评哦。以我对王世贤的了解，伊咧演唱这条歌的时阵，其实伊的开口，江湖的开口，跋足重的，所以伊的感情这个起起落落啊，非常的强烈。但是我听你唱歌的时阵，可能当然啦，一定是紧张啊，对这条歌的理解程度可能无很深，所以你唱出来时又比较平淡一点。希望你若临港要去比赛歌的时阵，一条歌会使除了伊表面上的这款点演，互你听到的，伊的内容、伊的灵魂，到底是你表现啥货？是希望你会使搁较深的去体会者，吼。好，